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讲到最近呢，讲到台湾到处咧欠工，讲到大饭店的头家也出来讲要找人，殊农工商拢伫咧找无人。有大头家讲，台湾薪水应该5年之内爱甲加一倍、加一层，安尼就会当经济蹭甲悬吗？咱今日来请教专家，要安怎达到这种乌托邦？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是咱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北区会员代表杨慧婷杨代表。大家好，我是杨慧婷，我是代表迄个台湾护理师工会的会员代表。那么第三位是咱文化大学劳动以及人力资源系教授李建宏李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人力银行的记者何峰。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讲，这个代志是安怎来发生？现在咱是5个人爱住伫遮，就是讲吼，今年过年啊，休10天，全台湾的饭店哦，拢过年期间啊，订房都拢超过5成啦，有诶讲7成、8成，佫真侪啊吼。毋过疫情过了后，欠人欠工是欠甲真严重啊。饭店业者也讲，加5000块、加7000块，又佫是找无人啦。可能会影响到过年时间的过年这个时期的品质。详细检查整理变扫房间每一个所在，疫情了后，房间清洁工作爱更较详细。国家一直欠工，工作量愈来愈重。今年春节拄到解封了后，头一个长假，国内旅游需求量大。围路面了后，以订房率来看，台南是全台湾第一，苗栗订房率对伫后壁，将会初2、初3拢超过8成。东台湾观光热点花莲订房拢7成以上。因应春节旺季，业者除了持续请人补人力，也调度主管、行政人员拢爱徛上第一线。各部门也需要做这个机动性的支援啊。你行政同仁早上没事，那请你到餐厅帮忙收盘子，收完盘子，请你上去拆床，请你上去收垃圾。主管、老板，大家都跳下去做。有业者坦白讲，因为人力真严，今年春节民众住旅馆可能等的时间会较久。有业者是讲已经准备礼宾方案，民众等待时阵有休困区，也是小点心通用。人力银行分析，这届欠工为去年10月就出现。上新统计显示，国内36.4%的公司出现人力真严的情形，其中9%拢是餐饮、住宿加休闲旅馆业。仍然持续是找不到人，主要的分析原因还是因为，毕竟过去2-3年呢，这个饭店业、餐饮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很多人其实已经遭到裁员或失望的这个离开。原来这样的一个行业还没有这个在最近的重返哦，那加上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饭店业这个高压还有高工时的一个工作环境是比较却步的。劳动部呼吁业主提高薪水，才找到人。根据人力银行招募资料，目前有业主对房务员开出比较早悬5000的薪水，接待员起薪原来比较早加7000，约卖4万块。不过旅馆业反映，即马是加薪嘛找无人，希望政府会当开放，甲真需要劳工的职缺，稳准任用外国籍移工。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到这个新闻影片内面吼，虽然新闻已经过了2天，其实真济吼，人还搁咧讨论讲，这简单加薪安尼就让找到人吗？何况恁安怎看这个行业，到底是毋是他多内面讲的讲，因为疫情的关系，真济人离开，所以呢人力上不足。啊，第二个就是讲新情啊，好出业了后，无爱来参加，因为这工时实在太悬了，所以一时半刻之间找无人，啊，应该是补的济，敢安呢？其实因为阮应该去采访的时阵，采访真侪饭店的行业。然后昨晚个照这个题目时阵，我有今日敲电话给一个总经理的朋友，伊个甲我讲，伊讲真正吼，连伊家己总经理的职位啊，不只是一寡高官拢爱落去贴名册啊以外，连伊拢爱落去帮忙。伊讲吼，其实一般的这个薪水已经为200、220、250啊，赶快拢找无人。1点钟，对，一般的这个薪水拢找无人啊。啊，不过伊嘛是承认讲，像他有讲过，就是讲一般去疫情上严重的时阵，迄当中有真侪人互人死头路。
所以这个人吼，伊可能一时间啊吼无迄个心情，无想要搁转来这个行业吧。所以这可能爱一段时间，可能爱3年，还是5年的时间，慢慢啊，这个人会搁转来，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小可会解决。啊，如果这短时间内呢，你可能就是大家像他咧讲，就是你大家轮流休困，轮流落去做代志，因为你上欠的就是房务的加食的这部分。啊，有的人可能食的无法度，遐尼紧个开始落去帮忙。啊，我服务的部分的话，是他小可来到同齐落来帮忙，就个会较有可能安尼。所以，若是讲，即马讲吼，这个代志安尼是要，因为真侪大学生伊已经毋是教，可能应该就是读饭店，还是讲伊是读一寡休闲管理的，已经毋是教毕业的时阵，饭店这个行业当第一阶段，嘿，第一毕业的第一个工作，要你来遮做，因为因可能想讲，我算看卖，头到我讲差不多3万5，这个薪水我去走外送，我可能去做网红，我拢有这个薪水。哦，机会成本。遐尼长的时间，8点钟、9点钟，搁爱轮班，这拢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哦，这是产业已经产生了这个生态变化，这是头一个。啊，第二我来请教这个杨律师哈，恁的这个护士产业、医疗的产业内面欠工的情形，又果是安怎的？阮欠工的情况是讲，有当时啊欠人，县顶的迄个主管是讲吼，安尼就莫补人，因为感觉病人变少啊，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确诊的，啊可能有休困的，啊无法度来上班，啊所以变一个人可能爱做2个人的工课，到3个人的工课安尼。啊，所以头家看起来嘛，你嘛是安尼做甲舒适啊，规气就莫补。对。伊会感觉讲工课拢差不多，啊，恁敢若嘛做会起来，所以就安尼过去安尼。啊，薪水是拢差不多，一个人嘛是安尼5万几箍。嘿。但是你工时爱做偌长一工？8点钟。8点钟。对，阮轮班是8点钟一个班。啊。啊，但是拜六拜日嘛爱照轮班。爱照轮，因为阮是固定可能大概开始轮，即礼拜换伊休困，后礼拜换伊休困，安尼轮。系啊，我是4周工时。是。对。啊，那就你的行业所知，恁的行业内面欠工上欠的是倒一个部门，还是讲倒一种欠法？急诊上欠。急诊上欠。啊，急诊。因为暴力事件很多。大家惊。对，啊，搁大家拢去用骂，啊无去用骂。一直甲你吹啦，吼。对，吹讲。啊！你当时较紧轮到我，啊，毋过你知影一个护理师要做一项代志，有当时啊，个对足侪资料的，还有法度用伫即个病人的身上。你袂使讲啊，凊彩医生开啥物，啊，阮着互啥物，阮嘛是爱用阮的专业去判断讲，即个病人是毋是应该用这个。因为有当时医生可能看100几个伊会足忝的，伊可能会开毋着。叮当去吼。对啊，所以咱护理师就是爱。确定讲这个病人爱用伊是啥物病，爱用这个物件，这是最重要的。你若小小 miss 掉，有可能就成这个病人有危险，还是性命都无去啊。所以做这个行业，毋是干那讲我干那1、2、3时安尼斗起来，嘛是有压力，嘛是爱斟酌啊。是。哦，毋是讲嘛是爱用头脑。对。哦。对。阮爱用阮的专业去判断，这个病人是毋是爱用这个药啊？有可能是医生伊无用的时阵，去看毋到，还是去记毋到去。啊，我安尼问你吼，如果若要互你加薪，你认为恁的合理的薪资应该是在哪里？我感觉伊目前来讲，不要紧，恁头家无咧看。上无嘛爱7万。爱7万块。对，一定要超过7万，因为你看你即摆便当一个偌济。啊，对便当开始算起。对哦，较早的便当一个爱50块，即摆一个便当120。破100，哦，爱120块。安尼你一个月就开偌济钱啊？哈。啊，你一杯饮料，因为阮当时都无用的，到会使啉一杯珍珠奶茶。较早一杯珍珠奶茶，你想35块，即摆偌济？85块。用安尼来算，大家就知影。这薪水加起来，拄好去买便当甲珍珠奶茶。对。干那安尼遮卑微的要求安尼。是。老师，你先笑，你先讲。这到底这
这个欠工的现象，还是讲因为这今仔会请蔡老师，这总体经济学家来看，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薪水合理性在哪里吼？啊，先就老师你就这能力，啊，这欠工的情形，你来做一个总体的说明。我是感觉欠工这是其实有不少行业伊是长久拢欠工啦，吼，譬如讲一寡这职业内面所谓3K 行业吼，也是讲营造业，这是长期拢欠工啦。哦，欠工差不多上少10几年拢欠啦。哦，我自我细汉时候，我就知影讲欠工啊。对但是过去这2、3年疫情的期间吼，因为这个台积电为首的这科技业吼，因为订单出好的，所以就开始台积电开第一枪嘛，就开始2年前加薪嘛。加薪落第一波受影响的这传统制造业啊，这职业。因为伊的人才，伊要来爱人拢有科技业抢去啊。第2波上惨的就是寡遐餐饮啊、住宿这些服务业吼。即摆但去年8月开始有改变，因为去年7月以后开始这出口的这职业科技业伊的订单变歹，落落来，所以伊的加薪就减去啊，无像2年前安尼加较济。但是呢，这服务业伊怎啊抓到这个机会？你看去年的8月开始，一寡较大间的餐饮集团，遐连锁的，伊开始加薪，加薪，因为2年前伊有科技业拍到最惨的，拍到最惨。伊去年8月开始，这大间的餐饮集团开始加薪，餐饮集团加薪的直接受影响是啥？毋是科技业，因为科技业伊虽然无加薪，但伊的薪水本来就较悬啦，而且伊2年前到去年上半年已经抢真侪人去啊，去年8月餐饮集团加薪直接受影响的，就是住宿业和零售业。哇！因为伊遮的人拢，伊这几种的服务业，伊的迄个人才的门槛拢足低，流动性悬，薪水嘛拢无悬。伊是上接近彼此流动性上悬，互相会抢人的，所以。即摆是安怎？我看啦，你的标题是讲是安怎？即个饭店业、旅宿业，因也开始讲欠工欠少。除了即个要过年即个原因以外，我看就是过去这3年来，尤其去年8月开始，即个餐饮集团加薪，直接受影响就是上届接近的产业就是即个住宿业和即个零售业，饭店业有一个。特别影响就是讲，较多迄个电视内面讲，因为过去这2、3年疫情的关系，因的生意做歹啊，不裁员啦，裁员影响是啥？影响是，毋是讲影响到，互你裁员遐原来员工对你的迄个信心信任度降低，毋是安尼，也是规个社会，包括咱讲少年人，拄毕业学生，伊对你饭店业、住宿业嘛是无信心。无信心。伊讲你这个行业未来伫对看袂清楚，无希望的啦。因为像知影讲疫情会阁来一波无？你即摆讲你欠工，若是过几个月、过半年，疫情也阁来咧。咱即摆嘛完全未完全离开这疫情啊。系嘛？若疫情过几个月阁压起来，是毋是你开始阁要裁员？我即摆过年前来你遮做，你过一段时间阁甲我裁掉，毋是加衰？所以。我是感觉讲饭店业除了受着餐饮集团个科技业这加薪的影响以外，佫讲伊这行业伫社会社会大众对伊的看法，伊这行业整体的信心变化，已经改变啦。你爱互社会台湾社会民众有一段时间来恢复对伊的信心啦。我整体来看但你讲大环境是安怎欠工？我感觉讲真简单，就是咱长期以来。规个劳动市场，大多数行业的薪水拢偏低啊，这是根本原因啦，根本原因至于讲较多迄个新闻内面讲有迄个饭店业者讲咱即摆应该要求政府劳动部来开放这个移工。我是感觉讲这个头家当然你即摆欠工，我会当理解你欠工，你找无人，你希望移工像制造业、科技业用移工，但是我可能要请这个头家了解一下。咱台湾即摆请一个移工因为这移工拢是适用劳基法，伊一个月薪水拢系基本工资，咱即摆基本工资26040一个月，但伊个每个月头家拿互这个劳动部
吼就业安定基金安定费，迄一个月吼2000到2500，甚至有2800。啊，过来劳保、健保、就业保险，吼，啊，搁迄个利国库的福利的费用，加起来，拢甲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平均甲看起来，差不多爱将近3万1啦。啊，就我了解，看到新闻讲啊，一寡饭店讲我过年期间要3万5，一个房务员，迄应该是过年期间啊，少数大饭店啊出得起的啦。就我了解，大多数的即个旅馆、旅社，没超过3万，无3万啦。去年11月劳动部的调查数字，11月底哦，去年差不多1个月为止。咱大多数的旅馆、旅社，伊请一个房务员，一个月薪水平均是27000外。啊，你当然，啊你讲你27000外要请本国的劳工啊，结果你讲要求要请一个外国移工，外国移工是将近3万1个月呢，差不多30500-600块啦。啊，每年基本工资也搁压起来，啊，伊愈悬愈贵呢。所以我感觉这个头家理解，移工无遐俗。即摆移工也无遐俗啊。无俗，比社会大众理解拢完全无俗吼。是。蔡老师，他都要李老师有讲到吼，讲咱台湾吼，点基性的决心啦，吼，老师。咱啊过去多多少少有讲过，咱讲互观众朋友，是安怎台湾的定期性的决心，这种决心唔那是劳工阶级安了哦。我所在的媒体，阮的媒体的同仁，嘛是定期性拢停伫超3万出头，安尼即个薪资的即个水准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大家伫媒体业迄感觉应该是上深的啦吼，就是薪水拢一直起无啥会叮当吼。我想观众朋友过去伫即几档来，咱看到是讲蔡英文政府一直咧甲即个基本工资慢慢咧甲调起来吼。但是伫过去一开始咧调的时阵，甚至是较早的时阵，若讲到要调基本工资的时阵，大家厂商是绝对甲你反弹的吼。一定会讲这影响到咱整个台湾的出口的竞争力啦。吼，但是咱伫即波安尼看落来，咱的基本工资继续咧起的时阵。颠倒这个过去真侪嘛拢用基本工资的这个饭店业，伊煞面对着欠工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啥会欠工，就是过去你长久以来，拄则李老师所讲到的，讲你这个薪水折价吼，这是你长久以来的现象。啊，啥会安尼？啥会安尼？就是过去的政府，足侪政府的这个执政党，拢是伤过重视生理人的想法，拢无去甲这个咱一般这个劳工。即个权益吼，好好来重视，包括着拄则讲到即个护理师的行业嘛是啊，因为护理师其实是第一线咧照顾咱的病人的，啥你互伊的薪水会遐尼低，会遐尼无合理，伊爱帮你做遐侪代志，讲一句较歹听的，足侪即个时代的时势，有当时啊你时代有啥物代志伊拢无想要去甲你用咧，即个护理师就爱去帮你斗相共。而且薪水拢在伊的手头咧。对啊，所以你互伊安尼薪水是毋是有合理？咱莫讲几万，咱莫讲去算物价，你着安尼想就好啊。安尼你爱互伊偌济薪水，你较会感觉讲，安尼你心内较放心，对无？所以伊会发生着安尼欠工的问题，我感觉这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啦。啊，饭店的部分吼，拄则讲到就讲，真济我看最近足侪即个5星饭店的大头家，国际。做这国际这商务客、观光客大头家出来一直咧话讲因欠工，但是我相信咱真侪观众朋友，咱若去即个日本的时阵，日本是咱真侪台湾人爱去佚佗的所在。吼，我相信你若去日本，你去凊彩住一个饭店，伊个饭店的品质吼，可能拢比咱台湾价足好，但是饭店的价销咧，比咱台湾吼可能价足济。所以，想到你的饭店的价销，你一直甲起起。啊！你敢会找无人？是毋是你咧去饭店介绍的时阵，你拢咧算你家己的利润尔？你拢无去算着讲你遮的劳工，你遮的饭店的遮咧甲你斗服务遮的人员，伊的薪水是毋是有合理无？你若一直甲即个薪水起去哩，啊，即马你的遮的爱互人的遮的薪水，你拢无爱讲，利润一直起去哩，介绍一直起去哩。啊！你尾啊，你互遮薪水拢无爱互合理的薪水，你当然你会找无人嘛。咱毋通袂记有一件代志吼，其实过去咱台湾真侪的遮的大学，科技大学和啊，咱一般的大学，甚至咱真侪遮的专科的学校，因培养足侪饭店的人才。
做食的遮个人才，啊，遮个人才伊会遮侪人出去，伊培养遮侪人出去，啊，遮侪人出去，你就是互伊伤低薪水。无照你讲吼，你若有遮侪人才吼，你应该会当留着袂少的人会当伫你饭店来使用啦。所以，啥哪伊会互你欠工咧？欠工上基本的就是讲，你的需求超过市场想要互你遮个人数嘛。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一定要提高薪水。啊，啥哪遮个人会无爱来？无爱来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讲，你的薪水伤低，钱无到位啦。啊，到一个是安怎？工作环境可能毋是啊好，心委屈啦。对，啊，到另外一个是啥物？就是讲有未来性无？啊，对无？有未来性无？你对这个工作，你有互伊应该爱有的尊严无？好，我感觉这拢是即马真侪少年人会顾虑到，因为随着咱台湾的经济安尼一直咧成长，大家的家庭的经济的状况总是拢慢慢咧改善。当然，大家改善的情形无一定拢相共。是，但是总是大家即马过的生活拢比过了较早较好。我较早住伫海口，咱伫海口咱上饲做者沙白鱼的啊，饲做者沙白鱼拢需要啥？台岛、台鱼岛、台鱼岛的时阵吼，你得爱需要做侪人的。啊，这阿公阿嬷吼老一辈吼，伊若去一件可能1000块，还是讲互伊偌济钱，老人讲伊就罔来，老人讲伊就罔去啊。你即马叫少年去甲你台鱼岛，你看伊一片要甲你台偌济，第一点要甲你台无？第一点，迄个工作环境是毋是互伊带落来？你要出偌济钱，伊较留落来。所以我感觉发生即个问题吼，有足侪原因的啦。啊，你要去讲少年人伊无爱好啊，拍拼啊，要安怎？你会当安尼去批评伊。但是社会整个的环境就是慢慢咧变好啊。像咱的少年人，咱愿意去澳洲去做度假拍工，对，做咱伫台湾，伊凡是无愿意做的代志，因为伊薪水有够悬啊，所以甘愿要出去。像咱伊无爱留伫咱台湾，吼，我感觉这是咱来思考的。但是政府他伸手就去调整吗？政府会当调整的，政府袂当讲直接介入去市场嘛。是嘛？但是咱政府会当做的，即几冬来，咱一直咧做的讲，咱爱去替咱遮的劳工来发声啦。就是讲，咱一般基层的劳工，你若较容易吼，你的技术较一般吼，所以你容易就受到遮个头家的时阵，嘿，去用掠高铁的话，啊，政府就爱帮助你。所以咱毋才会讲，啊，你一个人啊，我去即个商店，即个拍工的时阵，啊，到底1点钟爱偌济较合理嘛？所以你得爱考虑一下，讲啊，咱一般基本的生活费用都爱偌济，啊，无计伫即几冬来起偌济，你安尼互人敢有合理？吼，啊，你会当想到讲，政府你毋得爱即摆倒头感谢咱即摆政府一直咧起这基本工资，无你会欠工欠了愈严重，你敢知影？是。所以我来请教着杨理事吼，在恁的行业内面吼，你所在甲你工期入来这度啊，已经流出去，已经流出去，而且有诶讲可能有结婚的情形了后，伊可能无法度过安尼遮动坏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伊去一般的诊所也好，去甲药啊去创啥，这种情形在你的认知是真严重，还是？就明明训练到10几年的人才，啊，煞拢无去安尼。阮上加训练差不多5年，就会走去啊。啊，就会走去。对，就会流失即个人才啊。阮训练差不多5年，上济就急诊，安尼5年就会走啊。完全留袂掉5年。留袂掉。啊，即马目前较早甲2成的离职，即马半成甲6成。已经离职，一半伊较低，对，5成。即摆新人入来嘛，差不多一半以上，拢留不住哈，拢留袂掉。嗯哼，嘿，主要是因为压力足大，工课足济，伊记袂起来，因为愈来愈济新药啊，甲新的技术，伊无法度吸收，啊，豆，伊就感觉讲这压力足大，啊，佮逐工佮去互病人骂。搁去用赶，啊，搁得到袂成就感，伊就会感觉讲啊，我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做什么？对。啊，那像到一般的这管理职，搁爱来写报告，搁爱做研究，这是尤其是怎安怎一回事？即
即马病院医方感觉讲爱有成就感，所以会希望讲伊的员工会使有讲伫国际有一个学术上的研究能发扬光大，就是有点让我们的医院名声更好，还有我们的护理师和医生，对，伊会当申请补助啦。主要嘛是安尼。对健保署会当申请补助。伊的不一定是健保署啦，但是讲你发的文章若愈济，哦，安尼代表你这间病院的研究品鉴较好，会较愈悬，对，品鉴力会较好。甲阮咱报告愈写愈济，伊会感觉讲，你嘛有咧做研究这方面，还有比较客观的资料可以提供给健保署或是其他的单位当做参考，然后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照护病人的品质上面更好。哦，恁就生食爱做，拍光爱做。对，嘛是爱拢爱包啦，拢包。拢包。对。哦，老师，他昨下这个杨理事也讲伊认为合理的薪资是7万，但是因即摆才有5万。这个现象在其他行业内面应该是普遍性的存在吗？那一般讲，这有这用国语讲有薪资打折现象。啊，就讲 discount 啦，因为有这 discount， 就讲你的表现应该有一个薪水的迄个水准吼，啊，但是实际上你摕无遐济啦。啊，这现象伫咧各国拢有，啊，上面迄个啥，少年人伊的薪资的水准吼，差不多是吼大人的薪水的水准差不多吼，那咱台湾差不多58%哦，平均啦，平均吼。啊，但那 OECD 这些国家伊平均吼，差不多比咱较低，差不多52%啦。哦，嘿，这世界各国拢安尼，但不过头先讲迄个，有主席问这杨小姐讲啊，恁这护理师吼是咪吼真这5年就走去啊嘛？我讲这嘛毋是护理界安尼尔。我来主持含各位观众朋友报告，我长期研究咱台湾少年人的吼工作的状况。我甲过去10年吼，劳动部伊每一拢调查啥，吼青年劳工、少年劳工的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吼每一年拢问共款一题哦，讲啊你毕业以后找到工课啊，对无？啊后一找到工课有几趴？问出来，后一题问啥？问讲啊你即摆你目前搁伫这头一份毕业后头一份工课，搁咧伫个吼有剩偌济啦？几趴啦？我10年甲统计平均，10年过去10年的平均吼，剩几趴？51%，死一半。啊！这平均做头一个工课，做平均偌久？吼，伊年资偌久啦？平均吼无1年，做无一档，超将近1年啦。这代表啥？伊的少年人的流动率足悬的。佮调查讲啊，是安怎？你会遮紧就走去？啊，差不多要一半拢走去，啊，遮紧就走，是安怎？原因第一名是啥？薪水低啦，薪水低占才走去的，这少年人差不多几成？差不多将近要4成。是。啊，第二名是啥？第二名来讲，啊，这工作的环境吼，实在是足艰苦的，这差不多2成外啦。这就是咱台湾劳动的现象。听起来咱台湾敢若劳工的地价安尼。无遐严重，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吼。我研究这里，咱若从 OECD 来讲，遐经济较好的国家136国。OECD 伊每一年嘛拢类似的吼数字来讲，迄个流动率，咱台湾的整体流动率吼，每一个月平均主要总2.3%，吼啊一年那12个月吼就超过27%。是。啊，这27%含这 OECD 36个先进国家比吼，咱排前3名。哦，咱比会过因就对啦。咱的流动率吼是前3名悬的啦，吼是不止啊悬，不止啊悬。啊，这我认为根本的原因也共款迄句话，啊，咱大多数行业的迄个员工的薪水拢偏低啦，啊，这长期拢安尼，加少数。啊，这过去这3年吼，为迄个2018年，美国和中国咧拍贸易战，啊，一寡台商来台湾投资，吼，啊，招生了吼，要生产线，我来报告，
咱大家讲啊，这好代志，因为因提供的一寡工作机会，薪水较悬嘛，对，这属实。但是吼，我甲调资料，发现讲我用迄个吼，因为这样头家一定要甲伊请的员工吼去提拨逐个月6%的退休金。甲推算。我甲2018年到2020年吼，每一个行业吼，迄个提拨劳退金吼，平均的吼，迄各行业之间的迄平均每一个月薪水吼，差距愈来愈大。第一名3年内面吼，薪资成长率上悬的就是半导体业。半导体3年吼，伊薪水吼成长率啦超过60%。超过60%。哎，啊上低是倒一个行业？倒一个？就是咱今日讲的住宿餐饮业。哦。住宿餐饮业吼，超无成熟，有诶佫是负的啦。内面有媒体业吼。媒体业超后壁，成长率我后壁5名。为后壁算起来，超倒数5名左右啦。是。对，这台商回来台湾投资这好代志，啊伊嘛提供一寡薪水较悬的机会，但是相对上，也佫有真侪行业，因的薪水伫过去这几年吼，无成长，无成长啊，所以伊的薪资差距愈扭愈悬啊，这是咱即摆现象。长期的现象就是安尼，啊，伫这过去这几年有小可改善，但是迄个差距拉大，这是咱新的挑战。是。何况恁咧做这人力银行内面吼，有真侪人来甲恁 apply 啊，讲我要找头路啊什么的，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因为薪资大家拢足低吼，一长期性拢袂顶袂动安尼。啊，头老师也讲，哦，这流动率真悬啊。在这个大家要找头路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新的这个发现无？其实因为台湾的劳动人口有60%拢是服务业，过去服务业对阮别人找头路的公司来讲是足好找的，阮公司的强项安尼。啊，我最近就是譬如讲咱还有讲到，女社的这个薪水，饭店的薪水啊其实对因来讲，找头路的人来讲伊会感觉讲，你讲 A 饭店讲伊加2000块。B 的饭店讲伊加4000块，C 饭店讲伊加6000块，我徛喺遮我看会到，所以我有权利来选择，我可去 C 的饭店就好啊。所以，若是每一个饭店讲伊欠讲的比率是偌济，你就知影迄个饭店的加薪的幅度无够悬。再来就是讲啊，拄仔讲到这医护的部分啊，我想到一个代志，就是捌有一个朋友，伊就是做工会共款，差不多5年以后伊结婚啊、生囡仔。伊无法度过来轮班啊，这个是一个上大的问题。伊既然无法度轮班，伊只好离开这个环境。啊，毋过伊嘛是搁爱饲囝、饲家庭啊，所以伊个因为头拄仔平平讲的，就是咱可能去一寡诊所啦、医美中心啊，是长照这种的，伊时间较固定的环境，就业环境较好，嘿，所以有当时啊，咱讲到薪水第一个影响上大的，第二个就是你的职场环境有好无，这是息息相关的。然后阮就是有发现讲，譬如讲，头拄仔咱讲着，譬如讲有上低就是咱饭店业，然后过来就是可能媒体啦，其实像科技业嘛是缺工，这咱是可能想无的。阮其实捌做过调查，阮科技业吼，捌办过记者会，就知影讲原来是安那因人嘛愈来愈少，就是第一个是咱应该捌讲过少子化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即摆少年人啊，吼，因找头路的这个意向应该开始改变啦。因可能想讲，我通创业，我通来，譬如讲，我通接 case 就好啊。再来就是国际大厂来遮找人，有的人拢出国去啊，所以咱台湾科技的人才有愈来愈少啊。么我嘛有问这个大公司讲，安尼你有啥物解决的问题无？第一个是感觉讲，咱个开始找头路的这来找来应征的这人的。背景、学历背景，那个更较大的，譬如讲科技的，可能资讯嘛会使，譬如讲半导体的，然后互相，只要是这个范围内底，可能拢他来遮试看卖。过来就是，应该可能我爱用的是博士，我即马可能硕士、降低，甚至大学毕业嘛紧啊拢来啦，是来训练的来讲。过来就是个一般人常常听到的大学的产学合作的部分，所以就是这效因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所以咱其实想到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伊欠工的一个问题存在。是，这我来请教着蔡老师哈，他拄啊李老师也讲到，讲真济其实大家拢有观察到，这个薪水长期性拢袂起，吼啊
我也问过蔡老师讲，咱就要呼吁讲啊，劳工的这个情景啊，咱已经该调整。但是有这个过程当中，咱也知影讲，是产业其实会产生变化。哦，比如讲，这个产业可能这几档真强，啊，可能3、5年、10年了后，风水轮流转，伊就会扯落去。哦，所以伊的产业本身的获利的能力，吼，赚钱的能力就变低，所以伊就无在条通调薪水。啊，拄到这种情形，尤其咱也知影，比如讲我出身媒体业，咱就知影媒体根本就袂趁钱。啊，你要叫伊调薪，伊嘛无这个才调。吼，所以我若有这个处理事实啊，还是讲这个其他的朋友的囡仔要来读媒体，你唔通读。哦，啊，你去做别个行业，但只好安尼。但像着这种情形，其实像这个李老师讲起来，这产业本身啊产生的变化会掠交替的这情形哦。是啊，这个我拄则听李老师讲了，我想要讲就讲，咱要讲欠工这个情形，哎，讲伊薪水伤低吼，其实咱无法度直接讲所有的产业拢即个心态，毋是讲大家头家拢遮尔歹啦。是。第一点就是讲，你要看这间公司有未来性无啦，这个产业有未来性无？就是主持人讲的讲啊，产业不会咧变化嘛，这个产业若有未来性，你甲发生欠工的话，是毋是你薪水无悬？啊，另外一个就是讲，你的产业就已经市场就已经满啊。吼，啊，就已经大个市场都差不多安尼啊！你讲这个市场敢要变大，特别是对啊主持人讲的媒体业吼，我相信咱真侪观众朋友伫这几档来吼，你看你敢有去咧看这个报纸无？吼，买这个报纸的比率愈来愈少啊！大家拢是这个网络直接看嘛。啊，到另外一个参媒体嘛，有小可有一点仔关系，就是印刷。吼，即嘛有偌济人讲哦。过年时，系啊，甲你用过年时啊，还是讲甲伊摕迄农民粮来淡仔现呢，愈来愈少啊嘛。所以，伫整个即个产业，伊哋本身就是咧慢慢啊咧摕的时阵，你要甲叫用较悬的薪水是足难的。所以，伫即方面，这个产业伊要甲请到较新的人，嘛机会嘛愈来愈少，因为真侪学生啊，真侪少年人会看嘛，伊会看讲啊，对几个产业的成长率会较悬，伊有较有未来性，伊就往遐个产业去。啊，伫同一个产业内底，嘛有可能有无共的厂商，有无共的未来性。比如讲，像伫饭店业，啊，较早有一批遮个饭店，规个拢咧做即个中国观光客遮个生意。啊，遮个饭店本身伊的品质就毋是做了介好嘛。讲实在，无伊想哪会当提供遐低价销来提供即个服务。所以伫遮个产业，伊当然遮个产业伊一部分是因为遮个观光客若无爱来，伊规个收入就无伊啊，伊就有可能倒伊。啊，有一寡即个饭店的旅社，伊有可能就是讲，啊，伊的竞争力都无遐好，伊的资本无遐粗，所以伊嘛是较想要继续经营，但是伊都摕不出悬的薪水。啊，伫即个时阵，当然伊就会发生欠工啊。啊，再来要讲的，咱都要讲的，即个国际大饭店即个行业，因明明伊都资本有够粗，头家有够有钱，但是呢，你要叫伊对。比如讲，较早可能一个月，互你2万6的薪水，要甲你计划到3万块，对伊来讲已经足悬的啊。但是对着社会这要找头路，这少年的3万块，伊都完全无兴趣嘛。伊其他有通比较啊。对啊，因为其他产业出来，啊，到一个重点，就是大家拄则拢有讲，就是讲，你伫疫情之下，你就叫伊等于食家己。啊，伊走去外送的这平台，伊家己算算，伊就差不多啊。啊，我时间佮继续自由的，想到我要甲等于原来迄个所在。吼，所以伫足侪原因的情形下，吼，我甲讲一个例啦，吼，就是讲过去咱台湾的半导体这个科技公司，大家拢感觉因的薪水本身就足悬的啊。你若无参人比吼，拢感觉讲有足悬的。但是迄半导体咧做设计这吼，美国的厂商一来时阵，因就发生欠工啊，因为因过去互咱台湾的这个少年朋友吼，薪水伤低。所以人有外商来，人当然先去外商嘛。所以你要去这个你若要吸引这个人，你得爱家己的薪水嘛，无比较无伤害啊。无比较，家己就袂愿去嘛。一比较讲哪会差济，大家当然就跳。啊跳的时阵，你妈老人，你薪水就要起起来。所以起起来话，是因为你较早互无合理的薪水，并毋是讲安尼你的利润就会变少。啊，所以讲咱若要享受一个生活水平。还是讲，咱过去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我定下咧讲低价的代价吼，你会享受迄个低价销，你的代价是啥？你的代价是建立伫别人的
比上痛苦顶对，所以我感觉，随着咱台湾吼，咱的这个国民所得嘛，已经迈向这个3万美金的这个国家啦吼，一档啦吼。我感觉咱整个这个薪水也好，咱这个行业也好，咱有真侪经营的观念嘛爱改变。当然有足侪厂商听到阮安尼讲嘛，感觉讲，啊无你家己来做看卖啊。我来讲，我若家己来做看卖吼，我若是做袂落，我当然我会退出来。当然要叫人退场的，迄是一个足痛苦的代志，因为你要互伊退场，伊就无通去食头路嘛。但是你互伊继续留伫遐，你怎变去压价整个产业的这个薪水，对着整个台湾的劳动市场嘛是毋好的啊。所以你讲政府爱介入无？政府当然袂当介入，政府当然袂当讲，因为安尼我着开放这个外籍的移工过来，因为大家毋通袂记哩，未来吼真侪这个大公司，嘛毋是讲未来，即马已经咧做啊，去越南、去印度。这大公司拢一定咧刷出去嘛，所以人当地嘛有足侪劳动的需求，因的薪水嘛愈来愈悬。所以你甲要讲靠这外籍的移工，我感觉这是暂时的尔。你应该去思考较长期的，要哪互这个产业会当好好啊做落去。啊，你要好好为做落去，你得爱互伊有专业性，你爱互伊有尊重。今仔大家想来讲，我做5档我就想要走啊，因为你互我感觉无礼拜，你互我感觉我的专业是无价值的。啊，我感觉爱呼吁咱真侪这个拄着欠工这个企业，你感觉你的公司咧做的物件有价值无？专业你若感觉有价值，你应该爱互你的劳工较悬的薪水，毋是继续讲啊，我找无人，我去找其他人。因为你有经验嘛，像咱即马大家拢咧问讲，咱要安怎甲咱台湾过去遐老师傅甲留落掉？过去遐老师傅薪水嘛，毋是讲真悬呢，但是你即马感觉这老师傅足重要。大家若咧做装潢的老师傅，迄工若有的，迄过去是当然薪水足低，但是即马薪水是愈来愈悬，所以咱应该爱讲好好去思考一个较长远的，特别是这个企业家。我相信，特别是这个咧做这个国际观光客，这个大企业家，应该拢比咱有较好的头壳。吼，我会感觉讲，对着社会，对着这个劳工，若有较长远的这个训练计划，对着因整个企业的未来，嘛较有这个远景。还看长的啦。是。吼，这位请教着杨理事吼，头头老师也讲着，伊无赞成这个外籍的移工吼，一直入来。恁有赞成？我知影讲，在医疗界有真侪人咧呼吁讲，要开放着外籍的这个移工来入来参加恁的行业。恁本身有赞成？阮本身无赞成，因为安尼第一个压低阮的绩效，安尼阮的品质会变歹去。过来台湾人甲外移工有当时啊咧沟通、咧讲话的时阵，较袂认同，都毋知伊咧讲啥物。啊，伊嘛毋知咱的文化是啥物，像生囡仔好啊，咱生囡仔了后是毋是爱做下来？啊，毋过外国根本无安尼啊，啊，伊都毋知阮的文化一定爱做下来，安尼伊就毋知，咱做下来爱禁止啥物，袂使啉啥物物件，啊，袂使碰用水啊，洗身躯安尼外籍的敢知影？迄就是咱台湾的。有一说讲来印尼找华裔的吼，有这个中国血统的，啊，小可会晓讲的，啊来安尼，但是对着整体薪资嘛是会扭价嘅。对。但是他李老师讲一个3万1啊，所以可能请伊可能4万块就好啊。啊，毋过对公司来讲可能省钱，可是毋是对咱白人来讲是无较好，因为伊咧讲啥咱听无。虽然讲是华侨。啊，毋过问题是有当时啊习惯嘛是无共款，是像咧照顾一个病人，你敢知伊的习惯对伊来讲是偌重要？文化的差异嘛是真重要啦吼。对。李老师，你安怎看这个整体来看，咱台湾还佫有其他的产业需要引进外劳吗？咱即摆引进外劳的行业，伫过去这5年愈来愈侪呢，真侪社会大众无了解。譬如讲，咱即摆农业引进移工吼，已经差不多第2波啊吼，前3年是第1波，吼，啊，即摆去年年底开始第2波，第2波是6000人，伫未来1年，今年吼6000人，开放6000个名额。无啊，这是第2波，为去年底开始第2波6000人，吼，当然6000人毋是讲马上就6000
困头入来，吼慢慢吼先扎入来。第一波已经差不多2000人啊，吼，这农业无农业，吼啊，譬如讲哦，咱讲的科技业，吼还是3K 的制造业，迄长期拢有啊，吼，我啊。另外，咱即摆讲服务业嘛有不止啊，服务业拢有移工哦，即民众无迄个感觉。咱看这个总体数字是50万，但是纯粹是产业啊，譬如讲制造业啦、营造业啦、外电的这个农物啦，吼，还是这海洋的，这个做这个海上的吼，咱看这个图表，哇，50万人呢，不少呢，这看起来是不少哦。吼若是做这个社福的，差不多21万人，总共伫台湾即摆现主是72万外了。这应该是超过73万人啊，上新的超过啊，吼，上新的啊。譬如讲我讲服务业，你讲的这社福移工内面，差不多服务业吧。譬如讲迄个吼游龙安养院呐，安养院迄就是服务业啊。吼，譬如讲咱种家事帮佣啊，迄嘛服务业吧。迄拢是移工咧，大多拢移工咧做，吼啊！你讲啊，有的服务业伊其实嘛有哦，譬如讲哦过去啦，吼我讲迄个量贩业，10年前量贩店的头家讲，伊嘛想要来啊，想要开，要求政府讲你搞移工搞开放，啊，但伊了解哦，一个移工遐尼贵啊，就无咧讲啊，吼，就讲这是真正啊，就讲咱超过几年，超。几年就一个行业讲啊，我欠工，所以我迄个要求政府要甲我开放。吼啊，其实伊抑佫无了解移工吼，毋是讲吼迄个成本较悬，吼成本无你想较低啦。过来有真侪问题要处理。我来报告，咱台湾移工真侪问题，真大的挑战。去年10月啊，咱的早期的移工吼历史新高，超破10万人。哦，所以这个数字73万人内面有超过10万人是？毋是，迄无包括。佫无包括。对，这是算会到的。这算会到的咯。啊，无，迄10万走去的移工是吼，移工走去以后，头家甲政府通报，啊，有的头家无通报啊，所以有真侪黑数啊。10万人去年10月破历史新高纪录，咱过去。疫情前吼，移工差不多拢是5万出头会走去的。去年10月破10万人，啊，这媒体真少报，所以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走去的问题，吼所以你讲，你即摆讲饭店讲头家讲要开放移工，啊，你敢有想着讲啊，移工若走去要安怎？依照咱的就业服务法，你头家请一个移工来台湾以后，伊伫台湾所有的问题，你要负责呢？你头家负责。你走去以后，你若无通报，互劳动部知影，互人检举劳动部，马上甲发咯。啊，伊伫台湾生活，什么大只有任何问题，头家负责哦。所以毋是看成本遐尼简单的问题。啊，然后一个移工若走去，爱过偌久，才会当去甲劳动部申请？那半当以上吧。看行业，有诶3个月上紧，啊有诶半年。哦，所以这问题是。比咱想的复杂真侪，严重真侪啦。我是认为讲，伫去年4月开始，劳动部宣布吼，讲移工哥会当来台湾，吼，迄移工的人数吼是那做迄个不能机共款，哦，称到有够紧的啦。所以这条表啊，唔通随便食哦。啊，毋过我伫病院看到迄个劳工啊，伊足侪人破病，啊，毋过。伊的迄个雇主拢无要插伊，因为伊感觉伊开足侪钱的，所以就甘愿讲无爱插伊，啊，交互中介去处理。哦，有诶嘛有安尼。所以三星的问题不少咧。对，啊，佮伊有慢性病，伊无讲，伊就来台湾工课，买啊病发，啊发现讲啊我爱开遐侪钱，所以伊迄头家就甲伊放杀，放弃，对，放弃。啊，就无爱处理啊！我讲一个上简单，是安怎移工来台湾以后走去愈来愈济。上简单，这社会大众无了解，讲伊走去以后，伊嘛是爱找一个新的头路。买生活，伊买生活，啊，伊找到迄个头路，咱讲有说黑工啦，违法的嘛。我来个报告，这劳动部有去调查，只是无公布。移工走以后，伊做黑工的迄个薪水吼，
比伊做合法的工课薪水拢较悬。是安怎？因为是安怎？伊咱台湾的头家愿意用较悬的薪水去请一个非法的走去的移工，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对头家来讲，伊请一个非法移工吼，伊免甲落税。这是重点。哦，这第三步。伊嘛免甲付迄个什么劳保、健保、什么的。就这条钱，你拍死你家己处理就对了。所以怎甲遐劳保、健保、什么退休金的钱，怎甲刷来互移工啊？所以移工伊愈来愈愿意走啊。这样问题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咱迄个家庭看护的移工吼，即摆规定得17000嘛，17000块。17000块，足价啊！实在是真所价。以印尼越南政府不是咧甲政府抗议啊！啊，你想啊，咱咧看社会移工嘛是有20几万，伊来台湾了就哦，哎呦啊，我来台湾做1个月17000台票啊，我去工厂就26400呢，啊，伊要若是你要走无？这是咱的规定是安尼呢。啊，17000即马起2万啦，去年开始起2万，2万行26000嘛是差6400啊。所以头家人你都要注意啊，这食外劳外籍的移工这件代志，这贴料也无一定好食。无好食，迄问题真济，问题真济。是，哦，咱看这个就业市场，我还是要甲问蔡老师一张话。咱长久的以来啊，咱的薪水拢整体来看。咱的这个薪水的起涨的这个比例真慢，这到底有啥物重要的原因呢？讲互观众朋友听。这重要的原因嘛是主要的，我拄则所讲到的吼，大家过去拢会讲台湾主要是以代工为主吼，啊以代工为主，因为伊的利润，大家会当想到讲利润会包含着你的收入参你的成本，收入的部分，你的订单外商甲你决定的。你的计销，外商要偌少你赚，伊甲你决定的。所以你若要有你的利润较大的话，你无法度去动你的收入，因为迄拢是别人甲你决定的。伊会当做的是啥？就是对成本来，伊的成本来当尽量降低话，对，伊的成本来当尽量降低，伊的利润就会生出来。啊无，我去代工一箱鞋啊，伊要互我几箱的代工，量就固定的啊。一箱鞋啊，要互我趁几拍嘛固定的啊。你是要哪对遐去做？当然有一寡。较大间的厂商，较有能力的厂商，也像讲咱台积电嘛是咧做代工，这个厂商有能力甲你做一寡研发的话，伊的计销、伊的利润会当较济咧。但是对着大部分的厂商来讲，因无迄个能力的话，伊就对即个降价成本才来做。降价成本大概烦恼啥？比如讲水啊、电啊，比如讲政府即摆要甲你扣一个啊，做即个电费，还是讲较悬的即个水费、水钱的话。大家就爱去啊，对啊，所以这水啦、电啦，啊，到一个咱过去节目地方咱嘛有讲到汇率，吼，台票若讲变了汇率较歹咧，吼，还是讲台票变了较俗咧，哦，你的出口就继续好的啊，所以大家就足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讲嘛，上重要嘛是讲劳工啦吼，因为汇率毋是厂商我都家己直接决定的，因为当影响就讲啊，政府你会当安怎？上劣势就是这劳工啦，所以有真侪产业，咱袂当讲所有的产业拢安尼，有真侪产业吼，迄是厂商的性啦吼，伊就是会想要去甲你压价，所以你只要你无反抗，伊就会慢慢甲你压价。所以伫即几冬来吼，慢慢咱会透过啥物办法来，互这个薪水较悬的，对政府对讲基本工资去做嘛，另外一个对爱甲厂商教育嘛，啊，教育一个就是讲工会嘛。互工会力量较大咧，会当互伊慢慢啊替这劳工争取因的权益。因为对着这劳工来讲吼，因家己本身一个吼，其实要参厂商谈判无啥物力量，嘿，一定爱大家爱徛做伙。所以工会嘛是一种方法啦。吼啊，我嘛厂商若这有远景的厂商拄则讲着，你要经营较久长的话，你一定会希望安怎？你的员工的流动性唔通伤悬。咱过去有一个理论就是讲，效率工资，你若会当互你的工资吼比一般的工资较悬，你会当甲这个劳工留咧，你会当甲这个有专业的护理师留咧，是安怎？因为你若互伊走油的，你又甲开一间成本。吼，即马若病院甲你讲要甲这个移工互伊入来吼，迄是笑破人的嘴，是安怎？咱毋是医疗要出口吗？
咱的病医想要出口，结果咱去找移工入来，啊，到底咱是要出口还是要进口？好，咱今仔日咱台湾的医疗会当做啊遮好，当然医生嘛有足大的风险，管理阶层嘛有足大的风险，但是上对着这病人是第一线接触，就是这护理师。这护理师拄则讲的，这护理师伊是上亲身去接近这病人，病人所有的习惯，因会拄着什么麻烦，因拢是有法度第一线来理解，这绝对不是医生有法度会当看到啦。所以，我会感觉讲，合理的薪水吼，但是合理的薪水，咱做歹定义什么叫做合理的薪水。是。但是咱若看到咱的行业的流动性来相关，5成以上呢？是不是你这个行业无专业？啊，无就是讲你这个行业，你的薪水放伤低，较会造成安尼情形嘛。但你若想要讲，互你的公司有法度继续经营落去，你就是爱有法度留住这员工。你若无法度留住咧，你这个公司上尾也嘛是爱。